心胆定定食会到的肝连是猪的倒一个部位呢？肝连哦，吼肝连。A. 肝脏 B. 鸡经肉 C. 气管。就算讲无食过嘛，看过猪行路，知影。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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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，所以我确定是 B。B。哪有分数我加落去？恭喜哦，捌看过猪行路，所以得到2000咯。来，两家老师解释。哦，这肝连另外一个名就是叫鸡经肉啦。吼。鸡经肉。啥物叫做鸡经肉？伊咧放喺芥末，放喺芥末即个腹肚遮吼，嘿，啊，咱咧喘气的时候，咱若数空气伊就落来，落去。啊，咱若要迄落吐气时就起来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就是甲咱的即个胸腔甲咱的腹肚隔开的，所以嘛叫做鸡经肉。